早晨啦，又係我阿 Sam，做運動時間咯吓，偏前少少坐，我哋今日要跑步吓，隻腳部分喐動吓，好，伸直腰放鬆，嗱，記得坐前啲咁多，唔好阻礙隻腳活動，兩隻手攞上嚟啦，精神少少，挺起個身，跟住我哋喐腳先，你聽到咧有聲係咪？OK 啊，如果太嘈嘅話，自己小心啲啦。兩隻腳幾快咧，冇乜所謂嘅吓，如果可以極速嘅話咧就，咁樣啦，係咪？OK。好，停一停先吓，呢個熱身嚟嘅咋吓 ，OK， 好，繼續先，我哋前後腳咯喎，前後腳 ，OK， 跟住交換腳，好似有跳躍咁，係咪吓？深呼吸啊，深呼深吸，我嘅意思係 ，OK 嘛？好，停一停啊，好，跟住我哋左右咯喎吓，即係咧跑步嘅時候咧，其實可以係左右跑嘅吓。即係腳法嚟嘅吓，我哋做咗個前後腳先，呢邊腳喺前面啦，今次 OK 吓，跟住咧咁樣交換啦 ，OK 吓，好開始，隻手唔使特別挫嘅吓，如果你手挫嘅話咧，你就會發覺咧個身咧就搖擺咧就會失平衡啦，係咪？好啦，停一停 ，OK 好，另一邊腳喺前後，呢個腳喺前面 ，OK， 跟住交換，OK 啊，唔好太誇張吓，開始。係啦，練咗呢啲腳法先啦吓。如果喺實地嘅話咧，如果你真係喺平地要行嘅時候咧，就小心啲吓。OK 啊，好停一停，哈哈。OK， 再嚟咯，我哋吓真係要咁樣走啦，我哋吓。好嗱，我哋模擬先，呢隻腳擺出邊，翻嚟，呢隻腳出邊，翻嚟，呢個翻嚟，係咪？加速咯，試下。有少少亂咧，唔緊要嘅，係啦，你總言之兩隻腳唔好互相撞到吓，你知道有分左邊同埋右邊咧，兩隻腳喺度跳嚟跳去咧，咁就得噶啦。OK， 好，停一停先。OK， 真係喘氣嘅會。OK， 好，今日嘅跑步暫時到呢度先啦。OK， 唔好跑得太遠啦，下次。OK， 好嗱，聽朝我哋會有出片嘅吓，未訂閱我哋頻道，記得訂閱我哋頻道啦吓。聽朝10點鐘我哋準時見面，繼續做運動。